要针对委内瑞拉7月总统大选的结果，提出质疑的反对派总统候选人贡萨雷兹当中发出通缉幕，怎么传出讲，伊个人已经坐西班牙的军机离开委内瑞拉了，西班牙政府会提供伊政治庇护。 反对派总统候选人贡萨雷兹查某囝卡罗莱娜车被法人看到为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郊区任瑞荣爱多兹空军基地赛车离开，最后阁向一名支持者下手，这名支持者认为现任总统马杜罗是独裁者。西班牙外交部了后发声明证实贡萨雷兹佮太太在进前到登到基地。Quería informarles que hoy en horas de la mañana llegué a Madrid. Mi salida de Caracas estuvo rodeada de episodios de presiones, coacciones y amenazas de no permitir mi salida. 75岁贡萨雷兹7月总统大选挑战马杜罗，对选举结果提出意见，讲家己才是合法的赢人。为国检方对伊发通缉，已经在国内避1个月，伊阁向西班牙寻求政治庇护核准。委内瑞拉检察总长萨博表示，为确保政治和平，贡萨雷兹自愿去西班牙驻卡拉卡斯大使馆寻求庇护。不过西班牙外交部表示，不过委内瑞拉政府就安尼接触，会提供贡萨雷兹的庇护是因为马德里当局缔定守护委内瑞拉人的政治权利。Los gobiernos de España y Venezuela acordaron que significó su despedida, ¿no? En la pista del aeropuerto de Maiquetía, aquí en Caracas, y lágrimas a espectadores inocentes, que tuvo una actriz secundaria que hizo el papel de villana. 贡萨雷兹是接替政府任期的反对派领袖马查多上任。马查多捌向93%得票率赢初选，不过遭到反映以贪腐罪名禁止担任公职15年。这摆大选反对派表示有证据显示，贡萨雷兹赢67%的选票，不过委内瑞拉选举机关表示系统遭网络攻击，无法度提供大选结果详细数字。观察家表示无证据显示发生过同款的攻击。公视新闻恩文玲报道。